国民党上新的韩国瑜上新的声明，讲伊袂主动来参加到总统的初选，但是国民党有其他征调的方式，伊会来尊重。换来看民进党这边，行政院的前议长赖清德再去到干道宫拜妈祖，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赖清德甲蔡英文党内的初选协调也无结果。赖清德讲，伊坚持都要行完初选的定数。伊讲，伊相信主席杜英泰会好好处理。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双方坐落来讲。上香。在苗栗人权甲北投地区里长的陪同之下，赖清德拜访关渡宫甲妈祖上香祈福。希望在我们高明后这边民进党的初选会当安尼真公平、真顺利来完成。求国泰民安，嘛讲到竞争激烈的总统党内初选，赖清德再次强调讲对台湾的使命感甲参选的动机。民进党初选，然后目前党部规划5月27起到5月31会进行总统初选的民调，6月7号公告总统提名名单，相关事情将在5月7日中常会讨论。这部分我相信党主席卓荣泰会好好处理。蔡英文甲赖清德到底是不是行完初选，还是合作？要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提出看法。从过去的经验，包括我自己的2008年，都是经过党内初选厮杀后才来谈配。那这一配都是已经很难。我们很希望，真的大家都是有心为国家服务，好好的坐下来谈。我的确是有以2008年那一次党内的厮杀为戒我不会犯了上次苏贞昌等人在总统初选当中所犯的这些毛病。蔡总统伫两厅院艺文广场，以军礼欢迎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执政的民进党想要保住政权，就要看党中央协调小组的智慧，敢有法度安打党内各种无共款的声音，所以才有法度全力为了明年1月份的大选冲刺。